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阿明谷刘浩明。今日听下的沙尾地波有几度的特别的书店，一个书店有到迄可能同应该菜地有关系，无论可能同旅行啦、历史有关系。你今日有抢到迄个高雄市的三义书店，三义书店其实喺高雄市算是一个最有名的特别书店。你今日有抢到迄也负责人从上法了，当来现场。也同我哋分享讲，三义书店做完乜嘅事情，同時有乜嘅東西係最神奇嘅。我哋馬上幫我哋今日來賓上法來到現場。上法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乃亨總松法，來自高雄。歡迎上法哈，來到我們福氣來了。我哋第一講，其實你這個有一般的客家的血統。咁喺咩嘅節目開始以前，先跟我們觀眾朋友先介紹一下你自己，好不好？好的，我其實是來自屏東長大的小孩。但是因為我的爺爺他是曾經是從雲林古坑這邊南遷來到屏東，那我問過家裡的長輩啊，他們是說應該最早來自於我們的桃竹苗這邊的移民，那我們最早的時候可以追溯到可能是至少有4、5代以前大概就已經開始移到我們的中部這一帶。那但是因為蠻多的客家的族群，它其實在我們的中部，尤其在雲林這邊有定居。那我們自己還比較特別，剛好在一個古坑的小山居這邊，然後一個小小的村落，然後自己的信仰是天主教，然後這一塊其實讓我當時也是蠻吃驚。雖然後來因為隨着我的爸爸跟爺爺他們來到了屏東，然後我爸爸因為是家裡的客家的最後一代，然後又是家裡的最後一個小孩，然後所以他在客語的學習上的話就沒有這麼的順暢，然後很可惜，然後因為我自己的媽媽是閩南人，所以我同時有2個血緣。那我比較常會使用到閩南語或者是一般的華語呢，最主要是因為我們家小時候是在市場長大的。那市場大家可以想象那個交流的環境跟我爸爸在做生意的需求，所以我小時候反而比較多是用華語的方式在跟一般人溝通。那也知道最近幾年，然後很多朋友開始在問我的姓氏，然後我也都開始從這裡面去追尋我自己對於客家這一塊的懷念，這樣子。因為真是講，廣東像鐘啊，其實國內像姓鐘的話，其實我們大部分就說，你是不是客家人？尤其是像美濃，你只要一姓鐘的話，我們就會覺得啊，你一定是客家人。所以說通常我們會看到一些姓羅啦、彭啦，姓鐘的啦，還有我們都會反應的問一句說，你是客家人嗎？其實尤其是像羅啦、像彭，其實在以北部來說的話，8、9成都是客家人。所以說像有一些姓氏，就像你頭頭講呀，移民也咪鄉嘅關係，嗰是永遠開始的問。咁第二都講，你這個晚些睇屏東台嘛，屏東的市場長大。咁你那個時候小時候就幾乎很沒有接觸到所謂的客語的環境了。是因為我爸爸很早就自己獨立出來做生意，那其實我跟等於家族這邊的長輩們接觸時間非常的短，那也一直到我們爸爸會帶我去看一些更早的之前的一些長輩或者是一些親戚的時候，我才知道原來我們是來自雲林。那因為我的媽媽她本身也是屏東的，算是小小的一個氏族，對，所以我比較親近的反而是媽媽這邊的親戚。那這一塊的話，我覺得也是蠻多流浪在外的客家人的一個共同的一個，對，就是大家不得不因為生意啦，為了生活啦，然後學習如何融入在地的生活這樣子。那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就是說你會不會，因為你剛剛有提到，就是說你近幾年來，你看發現因為有人開始針對於你的姓氏，然後問一下有沒有客家的血統，後來其實發現，你是真的爸爸那一邊是客家人嘛？那因為有這樣的客家的血統，或者說你有這樣子客家的血脈之後，會不會對你有一些產生不同的影響，或者是產生不同的一個觸角的不同呢？是，就是如同主持人說到，我是三餘書店的這個負責人，其實也是真的是因為開了書店之後，我開始接觸到不少的作家、不少的讀者，然後不少的藝文的夥伴。那這一塊其實是蠻多在做文化或是地理調查的一些朋友們，總是還是會問一聲說，那你到底是來自哪裡的中姓？對，然後就會讓我對，我好像該了解一下我到底是出自何方。對，所以在這一塊其實是這10年來，我們剛好開店滿10年，然後我其實就會比較開始親近關於客家這方面的知識。那很多人他可能會是因為某些契機，那在書店這個行業裡面，其實
高雄或屏东，其实有一些书店，它是专门是以客家的一个阅读为推广为主的。那我们山语算是一个比较多元去经营的，那客家的文化推广算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这样子。係冇唔錯，因為一般疫情嘅時間因為多方嘅客戶要推廣佢嘅發通嘛提供有一啲人度參詳，也發通因為當初我參加嘅時間，都多睇山語書店嗰時候係算是提拔因為發通嘅認識。也為山語書店以本身的一啲設備啦、網絡一啲情形。那因為這次在疫情的時候，因為其實客委會也委託了，應該說有個活動剛好辦在山語嘛，就是參詳。那這是一個怎樣的一個合作的方式呢？可不可以跟我們觀眾朋友說一下？是，這個其實就是一個以鼓勵更多的年輕子弟，然後用客家文化的方式，然後去對談。他在整個全台灣，其實他算是找了不少的獨立書店一起做一個巡迴的這樣的交流的方式，然後他也有因為疫情，所以他有做線上的這樣的分享。那我們剛好是選在高雄的其中一個點。那其實最近包含像客家傳播基金會，然後或者是高雄的客家文化的推廣的基金會，他們其實都已經有在跟山語做蠻多次的合作。那我們之前最早期的時候，在開店大概第2年或第3年的時候，其實我們有舉辦一系列稱作母語獨唱節的活動。那這個母語獨唱節可想而知，當然就是希望是以大家的語言，然後最初所學習的語言，由台灣所經流過的語言，包含說西拉雅語、原住民的某些社區的語言，或者是來到我們不管是閩南語，甚至我們的客家話。那這個母語的推廣上來說的話，所以是一直是我們山語的一個算是核心的一個思想。那最早其實就是以音樂的方式來呈現，所以很早之前我們就認識了像邀請林生祥老師啊、羅思榮老師，或者是最近的黃偉傑，然後一些新生代的那個歌手或者是一些音樂人，然後像邱淑嬋淑嬋的話就是這2年算是我覺得蠻年輕的一個新生代的女孩子，她是6龜的客家人，那我們其實就邀請她來為我們做一些歌唱。那黃偉傑老師的話呢，偉傑他其實從他的第1張專輯開始就已經跟山語做寄賣，然後一起做很多這樣客家文化的推廣研究，所以他其實有把一些過去的一些客家老師們的一些文學作品，包含當然是美濃在地的鍾理和老師啊等等的，其實還有這種鍾橋老師啊、李喬老師啊，對不起，然後他其實都有放進來裡頭。那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很有趣的體驗，因為我本人雖然是客家人，可是其實我從小不算是在客家的生活圈裡面長大的孩子，我幾乎就是等了開了書店之後呢，我透過這些客家的朋友跟長輩，他們用客家的音樂的方式來熏陶我，所以其實這算是我一個小小的一個跟客家的一個羈絆。嗰陣嘅談風咧，其實你嘛攀嚟幾多有關於客家味嘅發通，因為可能地講其實最近我哋嘅劉安明大使，我哋嘅葉陽大使劉安明先生又出了一本葉陽集嘛，哈，嘛喺聽的呢山語書店做一個所謂的算是不算新書發表會，因為其實很可惜的，就是他在這本書在開始正在發表的時候，他本人已經過世了嘛。那是不是跟觀眾朋友說明一下說，這一次的一個很特殊的一個發表會是一個怎樣的形式來做的呢？是，這個其實當天的話，我們知道劉陽明老師他已經離世了哦，那這本算是客傳會這邊為他所做的最後一次，可以說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經典的整理。那裡面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他比較偏年輕的時候哈，然後他到了美濃，然後去拍攝一系列有一些陣頭的一些祭祀的一些過程的照片，然後有他的當天有他的很多的一些朋友，他的公子來到現場，來大家分享一下劉陽明老師他過去的一些為人，然後他就拍攝的一些內容的一些重點。那我們自己基本上在觀察老師的作品的時候，還是把它定位成當時一個寫實派的一個攝影師。那它的內容雖然看似好像用一些很特殊的角度哦，它有時候會常常會呈現一些只有一個仰視啊、仰角，然後一些很特別的仰角去拍攝一般民眾他可能在做某件事情的時候，他的一個專注的那個畫面。那這個留下來其實是一個很珍奇的一個作品，因為當時比較少會以平民老百姓的生活作息中去做拍攝的一個角度跟記錄，然後這些其實對我們來講都去復原當時城市40年代、30年代當時的一些傳統留下來，一直到他拍攝之後，那些
很多的一些传统的技艺或者是当时的一些习俗，可能后续就失传了。那我们必须追由他的作品，可以知道当时可能50年前、60年前当时的一些画面。那我觉得这个是我那时候参加他的一个这样的分享的时候，听到他的朋友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对这个大师是肃然起敬。那这也我觉得说，就是后续做客家文化里面中，其实有非常多是值得我们应该还要再把它保留下来，而且要去研究它，然后去分享它。它并不是只是单纯从语言这个角度去谈论说我们如何去传播它，其实它有非常多是画面的部分，是专属于客家聚落里面才有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我可能是用音乐开始认识了伟杰，认识了伟杰之后，我开始喜欢美容。那我现在其实看到了刘阳明老师的作品之后，其实我对美容深度又更深，因为我可能现在看到的是现代的美容，可是其实我可以从他的照片里面看到过去的美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那时候参加说明的时候，我听到说哇，好棒哦！就是我觉得真本上了一堂很在地的高雄的课程。等于如果对人今年来讲的话，如因为伊的音乐、伊的业样、伊的所谓的形象，还有一个影像、一个音乐，然后开始去让你去了解一个客家的村庄。那这样子的过程，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就是说，假如一般人其实，我若是要介绍他客家的文化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从音乐、影像这种比较软性的东西来做着手的。对，就是如果是以我们三余的书店里面做的做法，大概也是像您主持人这样的想象啦。一般其实大多数的民众，光只要让他能够亲近客家的音乐或语调或者是文化，而不觉得说搞不清楚这个是哪种语言，那我觉得最起码要做到说一听啊，这个是客家语，这个是我们客家话。如果能够听到这样的韵律跟这样的语调，就可以分得出来它是客家话。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进步。接下来可能再有一些所谓的问候语等等，然后我现在正在练习当中，跟我的客家朋友们打招呼。那我到了他们的家乡的时候，或是到他们所在地的时候，我觉得这至少也就是一个路径的礼貌。那双方其实就可以在一个就是当时我们在办母语独唱节最想做的交流，对，就是各种语言的交流。那这样我觉得在台湾来说，这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毕竟以我们高雄来讲，当时我们的梦想就是觉得说，这里头已经有非常多的族群在我们高雄做发展，彼此应该互相认识、互相理解跟互相体谅。那我相信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的读者或者是民众会越来越好。然后这个也是一个语言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只要学会几个语言的一个语系，然后一个简单的问候，其实好像每个人都是好朋友。故事在三余书店地方，你可以用音乐还有影像的方式去认识我的客家。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咪嗰度过前菜故事。翻过来，福起来耶！上到节目，我哋来自高雄市三余书店嘅总商法，我来到我哋现场，同人讲，当初一定係让我去攀亚嘅三余书店嘅一啲客家法通。那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上话，因为我知道其实书店其实不只是办了客家相关的活动，其实书店还办了很多很有趣的活动。因为我必须要跟观众朋友讲一下，如果因为也喺书店吼，中话讲。我哋先把伊做乜开书店呢件事情，俾我後輩先講也發通嘅原因講，因為呢書店我本他嘅人看到講，伊唔單止係賣書，伊作為幾度，譬如講展覽啦、音樂會啦，甚至呢度一本書，辦了一啲幾神奇嘅發通。那這個活動是不是跟我們觀眾朋友先說明一下？好啊，剛剛主持人提到，就是我們為吳明益老師的《單車世界記》這本長篇小說，我們就做了一個科遊展。那這個展覽聽起來，怎麼會突然在一個書店發生呢？所以最早的時候，其實我們剛好在思考，一般的現在的讀者進到書店的時間跟次數，真的比以前少很多。那當然，現在的社會中有非常多的東西是可以去參加，可以去非常多的活動可以去參與。所以很多讀者們，他對於買書或者是看書的慾望，其實不需要以前這麼強烈。那他可能可以在網絡上找到相關的知識。那作為一個開書店的人，就開始想說，那我要怎麼把我們書店裡面的好東西跟這些知識傳播出去？所以後來我們就想說，那我們利用一本書來做一個展覽。
那一本书要选哪一本呢？当时刚好是吴明益老师《单车世界记》刚出版没多久，然后我们自己的同仁很喜欢这一本书。我自己在翻的时候呢，也发现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元素。这些元素有些部分呢，它可能跟我们高雄的在地有一些关联。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思考说，是否可以有机会跟吴明益老师打个招呼、碰个面，想听听看他在做这本作品的时候，他到底当时的想法是什么。那也因为跟吴明益老师聊完之后呢，知道老师他当时在创作的时候的他一些资料的来源啊，他的这些里面的某些素材，他尤其是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单车，然后才知道原来老师其实也是一个单车迷，他收藏了说非常多台的老单车，然后包含他这里面所取景的一些内容，不管是从南投的啊，甚至有来到我们高雄冈山的一些地景位置。然后在这个聊的过程当中，我们才发现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潜藏了非常多跟台湾有关的一些历史的背景跟故事。它里面是老师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考察、去考究，然后甚至自己有非常多的手绘的图画里面在里头呈现。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展览不能只是为了一本书，我们想要把这个展览扩大成是一个他过去的创作的历程里面中的一个集合。所以那时候包含老师的前面的几本的短篇或长篇的故事，然后还有他的一些散文，包含他的摄影的一些作品。好，他之前有一本书叫《浮光》，他主要就是他在谈他的摄影的理论。那他把这些内容把它包容在里面了之后呢，我们就跟老师说，那我们想要做成一个展，然后这个展可能会有6到7个主题，而且会包含很多一些科学的元素在里头，因为我们希望不是只有你的粉丝、你的书迷来而已，我们希望让更多不认识这本书，甚至不知道这些历史故事的人，也可以来参加这个展览。因为吼，其实有看到亚贝的展览嘛，的宣传海报，甚至他的一个网页嘛，哈。后来我们回去看，它上面有个很特别的 Q&A。好，有如讲，我还没一天我有看过一本书，然后可以来参加。结果上面写说不用，你不用看过这本书你就来参加。那你刚刚有提到就是用科游展，那为什么会用比较算是比较科学的角度去诠释这本书？应该说是诠释吗？还是其实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带出书里面没有讲到的部分？好，就是以我们现在所谓的书店在介绍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常常还是要放入我们书店自己本身对这本书的新的诠释。当然，老师看过这本书的人，看过老师这本书的人，他应该已经都很了解整个故事的小说剧情的走向。可是我们是在地的高雄，然后我们自己是一个书店的角色，去重新诠释这本书的时候，你等于把这本书用另外一个方式又读了一遍，这样对来参加这个展览的人，他才会感受到说，我在没有偏离整个书的主题以外，多了很多的注解。举例来说，为什么要选择用科游？那用科学的技术跟科学的概念放在里头的时候，产生一些比较有趣的化学变化。那哪些化学变化？像我们有做一个叫做浮空投影的方式，它是这样一个4方形的一个玻璃的组合，然后让影像投射在半空中。然后这影像选择什么呢？我们选择从这个故事的缩影，从一开始包含说有听到那个飞机经过，然后投下这个炸弹，然后嘣嘣嘣的过程当中，然后里面有一个角色，他开始在旁边捡到一台脚踏车，然后从这个脚踏车开始来陈述这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其实只是里面的其中一个篇章。然后我们其他还有不同的，例如说我们有一个叫做把人带进一个叫做暗箱的房间里。这个暗箱就是我们一般摄影机、照相机的模型，然后把它放大，可能至少有个100倍，然后让人是可以直接进去里面，然后透过我们在暗箱里面去看的是吴明老师过去所收藏的一些影像，而这些影像是作为他作品的时候，他要做一个根据的时候去考证的内容。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思考说，人为什么会在一个摄影机里面，然后观看用菲内尔透镜所呈现的影像内容。菲内尔透镜它是一个什么原理？而这原理造成的影片它是上下颠倒的。所以我们在洗相片的时候，我们一般拿到的是底片，底片还要再转成负片，负片之后再冲洗出来变成正片。那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原理是什么？那我们就可以从里面再去引出来老师的另外一本我刚才提到的浮光的这一本他的散文，来谈他的摄影类的理念。那这样子一个一个带，然后老师他本身也是一个生态一个自然作家，所以他有非常多在谈自然
作品，自然还有一些生物或植物类的一些记录。那我们把这些内容透过另外一个作品，就是我们现场有所谓的叠画的陈列。那这叠画在当时的时候其实是还没有说禁止的，后来当然因为有动保法的原因，就禁止说我们可以有补叠这个行为。可是，在老师的书里面还是有提到，在当时那个年代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商业的模式。然后里面提到的一位角色叫阿云，他必须背着沉甸甸的蝴蝶的尸体啊，因为它的重量压着他的肩膀。来这样子去引述说，到底已经采到了多少蝶？这个必须要抓到这么多的蝴蝶，才能够让他们回去工厂里面去做出那样一幅又一幅的蝶袜，在做外销。这听起来虽然很残忍，可是他其实也在描述说，这位阿云的角色，他在南投的这个部分，他觉得这样的生活是非常的枯燥，而且他觉得这样是没有未来，所以他最后选择骑着脚踏车离开那个小镇。他不敢跟他的爸爸告别，因为他担心这个东西会让他无法离开这个家乡。那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去提到说，我们不是去单纯检讨这个行为本身，它是不是很残忍，是不是不合法，而是透过这个女性的角色去告诉你说，她不想做这件事，她觉得这样子是一个比较没有未来，在家乡好像只能干这件事情。那我们又不只是谈论文学内容的一个诠释，我们又把它带过来到六龟。高雄六龟有一个叫做彩蝶谷的地方，其实里头就是这个南投的家族的一个分支来到了高雄这边定居，然后因此我们就呈现的其实是在谈高雄六龟。所以我们透过一个小说，又让人家介绍了高雄，然后里面小说本身就有提到了冈山，所以我们又把展览里面又放了一个冈山的区域，用好像有科学、有地理的故事，然后又有动植物的一些知识，然后甚至还把一些过去我们比较难找到的一些历史上的一些文物，我们再把它呈现出来，就是希望它可以做到一个可能3岁到99岁，大家进来都有各自有所收获的一个展览，然后把这本书做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去扩大它。等于如果以用无同样的面向、无同样的技术、无同样的方法，去帮他讲引用自家的角度、自己的角度去认识一本书，同时嘛讲到一本书底部有关系的，譬如讲的高雄啦、无论的南部有关的历史。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参加的人，就是参加过这样子活动的人，他们的一个回应是怎么样？是。就一般有来过看过展的人，他一定是非常的兴奋，因为对于看过这本书的人，他等于2次、3次，他又重新去体会更多跟书有关的知识跟内容。那对于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他会因为其他的科学方面的部分，然后增加他的一些知识的部分。最主要是他们从此认识一个作家叫吴明益先生。对，那吴明益老师其实很代表我们中生代在地高雄文学家，然后他其实在全世界都开始有一些被瞩目的机会。目前也是我们台湾被翻译成外语的版本里面中就是排名前茅的一个作家。就其实后续他有非常多的作品都开始被转成别的媒体，例如说后来的天桥上的魔术师就是有在公共电视上被演出，然后他有一些作品他有可能变成其他的比较个别的展览中的一个环节，像最近他在做的出版品就叫海丰酒店，是他后续的第2本长篇的小说。那他在我们的独立书店里面其实就产生了一股号召力，他必须在3个月内跑遍88家书店，然后包括我们山鱼也是其中一个店，然后他去做签名或者是做短讲或长篇的论述的部分，他其实这样子去做了这样的巡回。最重要的是他这一本书竟然是强调不打折，对，他就是做了一个现代买书的一个很特别的另外一个模式，就是他随着他的书可以选择不用折扣，他觉得支持他的读者会愿意用这个没有折扣的方式来支持卖他的书店。那这个也是我们后来发现吴明益老师他另外一个跟我们书店非常支持的这一个面向。然后我当时在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其实他的读者就会很容易就被带入进来，就会去支持他其他的作品，然后包含现在的海丰酒店。然后在高雄我们自己书店也是卖这本书卖得非常的好。那其实会回到一个很基础的问题，因为刚开始你在讲这些活动的时候有提到，其实现在的人阅读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是对，然后甚至他的阅读的方式，甚至买书的方式可能都网络化。是。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开一个书店呢？就是开一个独立书店？哇，我们书店现在成立10年哦。最早的时候，其实当时的
整个卖书的风潮还没有到那个整个社会的风气还没有到那么严重。说严重其实也不能说大家从此不读书，只是读书的方法的方式，它的媒介稍微改变，买书的地方管道稍微增加。可是呢，书店在经营上它的成本其实也是在提高，所以很多书店开始因为它的书比较没机会被卖掉，然后可是成本一直提高的情况下，越多的书店开始收。我们在10年前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这个瓶颈。然后我们当时在投入的时候，并不是以卖书为第一优先。我们当时其实算是有4、5个好朋友，大家一起决定来开一间书店。所以初只是在想说，我们如何让高雄这个地方能够被更多人看见。所以我们的书店的英文名字就是 Takao， 对 Takao Books。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自诩为高雄在地的书店。那既然叫书店，我们当然就会有几个不同的主题。那我们的成员也很丰富我们有地方文史的成员，然后也有做电影，然后做设计的。所以因此我们的书里面就有几个着项。第一个这种在地的高雄书是一定会要去琢磨。接下来刚才讲到了，我们对文化这件事情是很在意的，所以不管是母语啊，或者是艺术类的这部分文化类型的书我们会有。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开办一些，例如像写诗的课程，然后一些写作的一些社团活动好了，所以我们有电影社，我们有读诗社，这些都是早期我们书店在做经营的部分。可是人家买书一件事情，唔单止可以买书，其实也要把嗰度发通。其实最主要嘅，我認識嗰度目標我認，休息下我對下我哋買嗰度嗰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自高雄市三義書店嘅負責人從上華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其實我哋呢三義書店唔單止賣書，而係辦喺嗰度最特別嘅一個活動。從頭先已經講到講，其實我哋呢書店地部，店內嘅活動有乜嘅？因為我哋提供其實三義書店還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活動，就是走讀，尤其是走讀我們高雄市的一些地方。那除了一些展覽之外，為什麼會辦一些走讀的活動？是，就像剛剛有跟主持人提到，我們之前辦的很多活動是在室內，對，透過展覽，我們開始嘗試走到外頭。那一般書店的時候，大概就是以閱讀推廣為優先。那我們後來有去考量我們在高雄自己本身的地方的一個聯繫。其實我覺得後來的書店跟地方的一個所謂的合作啊，或者是聯合啊、結合啊，這個東西是密不可分的。因為我們高雄其實是非常多資源、非常多物產的地方。那我們在賣書的過程當中，其實越來越認識到很多朋友。那這些朋友他們可能來自不同的社區夥伴，也有可能是在地的藝文人士。然後了解的過程當中，覺得說，我們好像一直都只在書店裡賣書，辦一些室內的活動，一直都沒有機會帶着更多人去認識這些我們新交到的朋友。當然，這些後來跟他們討論完之後，就開始產生了一些路線的想法。然後，如果只是一般帶你出去玩，我們以前稱作小旅行。那我們現在後來考量說，我們是個書店啊，不能只是辦一般的旅行的活動，這樣很像旅行社。那我們就把它放入我們之前所文學啊，或者是閱讀裡面的元素在裡頭。所以我們盡量去找一些書籍，甚至因為我們剛才有提到，我們還有電影社團等等的，我們還找了一些像以電影的背景，哪裡有取景過啊，哪些是導演的家鄉啊，或者是我們的文學作品中有哪些內容，它跟我們現在要走的路線是有關聯的，包含說高雄是一個知名的一個就是會工業的城市，然後我們從包含我們沿海還有養殖業，然後一直到了山區的話呢，我們過去的物產，你說剛才提到的六龜，那六龜它可能有樟腦等等的然後整個內容一直下來提到了美濃，那美濃本身的煙樓故事，而且還有作品，有太多元素，其實跟閱讀有關的，只是以前比較沒有想過說怎麼把走跟讀兩件事情合在一起。那我們三魚後來也因為這個原因開始嘗試辦了幾場的這樣的活動，就還蠻多的讀者覺得還蠻喜歡這樣的方式，因為他們可能覺得說在閱讀累的時候呢，還不如出去走一走。那也因為在買書的模式方面上，它也開始有些不同的改變，觀看的角度也開始增加，所以他覺得帶大家出去走走，在路上聊聊一些
文字里面的一些论述，然后谈谈这个地方的人文背景，这个社区的发展的故事过程。那里面开始觉得说，我们可以再跟更多的社区们谈说，那我们未来如果想要再做更多次的这样的互动，那我们社区这边能够配合什么？那读者也会给一些回馈，就说我觉得来到这个地方很棒，那我们下次想要有一些东西，例如我想要来吃饭，那我们可不可以社区提供一些地方菜色啊，然后或者是一些我们当地的原住民的一些餐啊？那我想好，那我们就尽可能的去帮忙这件事情。所以后来书店也因为一方面我们自己喜欢，然后也有认识很多朋友，再者是读者提出这样的需求，我们就把它整合在一起，就变成我们一年会大概办个10场、20场这样关于走读的这样的活动。可是按你讲后来，等于讲其实那书店的规模很呢，就是书店很忙哎。等于是，我们必须说，就像你刚开始所说的啊，这5个创办人，一刚开始就已经不把卖书当成是第一要务了。好，所以说我们开始有第二件事情、第3件事情。可是这样算起来，书店1年下来办很多活动，甚至有做很多的事情。是我们1年合作的活动应该会差不多200场。我们一周大概都会有3、4场不同的活动，有可能室内或者户外。那会办这么多事情，其实一方面是在办活动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还是跟阅读的元素有关联。我们或许可以推荐到几本书，或者是因此连接到某些作家，甚至一些艺术家。有些艺术家他的呈现的内容的作品，其实他背后的精神还是跟阅读有关，尤其是像戏剧的作品。其实每一位戏剧作品，他在呈现的过程中，他背后一定有一些，不管是脚本或是灵感的来源，他是大量的看很多的书，然后这些创作者我们刚好也认识，所以我们很清楚他的脚本、他的设计的内容中，他不是没有阅读元素。我们不能只是单纯说我们推荐你去看一出戏，然后我们就只是说哦，那你没有在卖书。不，我不是没有卖书，我们只是要把事情讲得更深、更清楚。可是当你跟他提说没有，我们其实也会推荐电影，我们会推荐音乐。他说哦，音乐，像我们之前可能类似像陈明章老师，我们其实有帮他办过2场音乐会，里面他当然也有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那其实很多的老人家一听到就说哦，这我听过。那像罗生老师或林生祥老师的话，他们的知名度更高。其实有些作品大家也都听过，那一听他们就觉得哦，原来书店也没那么难亲近啊。走进书店里面，其实也可以逛逛，增加不同的一些收获。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当时开三余书店的一个初衷。那是不是就是说，借由这样子不同的一个多元的方式，试着去第一个让大家去改变对书店的想法，第二个就是从书店走出来。其实你推广的是一个阅读，而且阅读的是透过音乐、透过文学、透过舞蹈，甚至是其他的方式，是阅读的是人生，是这个意思吗？是，就是我觉得要让人对阅读或者是对知识有渴望，最重要是让他有乐趣。我们办这么多的活动，我们希望大家觉得津津有味，在里面可以找到自己的醍醐味。然后每个人有各自的进来的方法，然后他没有年龄的限制，没有性别的限制，也没有学经历的限制。来这边大家都可以自在去找自己，或是听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要让它好玩不容易。那以前只要把书上架，就会有非常多的民众自己来说我要找哪一本书，因为他们早就知道这些书是他要的。可是现代的人其实他的媒介知识媒介非常的多，他未必每一个媒介都是非常的准确，可是它带有大量的娱乐性。然后在这些娱乐性的过程当中，其实可能大家用手机就玩一整天了。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卖书的人没有办法创造另外一种娱乐性，那民众就很难从另外一个娱乐的角度进来我们卖书的这个环境。所以我们现在试图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虽然好像在谈的是娱乐，我想要试图让你开心，可是这个开心的过程中，我们背后其实是要告诉你说，这些书它可以变成非常多不同的阅读元素。在这里面，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氛围，那你不妨就哪一天你就可以拿起一本书，仔细看看里面的内容。但我得先要创造这个氛围。对，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书店人，刚才主持人提到好忙啊。对，我们在忙的是营造一个我们自己想象中的一个阅读世界，而这个阅读世界尽可能不要去限制各种人来加入。所以我们办走读跟我们一起参加的，不管他的年龄层，他们会在过程中得到一些不同的享受，而这些享受包含说他可能吃到有趣的食物，说怎么有这种品种，在这边吃到，怎么这种做法，
他觉得很新鲜。那在这个过程中，他回去的时候，可能就会开始想说，我回忆一下这个资料我要从哪里查，那我们可以推广一些延伸的书单或者一些饮食的作品，那他们就可以在这里面中，那我之后再去思考怎么再去继续深造这件事情，或者再参加别的不同的路径，然后去得到不同的知识。然后一方面他又更认识我们这个高雄，不管他来不来自高雄在地，他也会这样而认识而喜欢上这个地方。那我觉得做好这几件事情，或许才是一个书店它可以被在地人接受的一个很基础的功夫。我自己认为开书店就是地方的人他喜欢，他就会让你一直在。如果大家觉得你很无趣，然后我也不需要你，那自然他就会正常，他的营业就会不好，就自然会收拾。因为刚刚我们讲三义书店嘛，也快10年了嘛，那10年前的初衷跟现在的路线有一样吗？还是说它因为很多的情况而开始修正？那修正到现在的路线是你们当初所想要的路线吗？基本上，因为这10年来打理书店的人主要还是我，所以我的个性是没有变。我对于如何把阅读变得更丰富、更有趣，跟主题还是回到我们高雄这件事情上，还是很在意的。就如同我们书店其实并没有开分店。因为对我来讲，不管其他县市的邀约，我还是希望还是以高雄为核心。可是我们在高雄支持很多小书店，我们帮他们策划他们的书展，或者是提供书籍，让他们可以开书店，又或者是说我们过去跟他一起合作，做在地的一些走读啦，或者是做一些社区经营。我高兴高雄有更多的书店跟我们一起来做这样同样的事情，然后我希望可以让更多人认识不同的高雄。然后透过不同的书店的经营方式，然后大家会觉得说，高雄是个很有文化、非常有内涵、有机会发展的地方。那这样也会吸引其他的产业加入。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蛮乐在其中的啦。对，所以也并不是想象中说一定要把书卖得很好，然后赚很多钱，当然也不未必。然后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每个加入的人都觉得说，在这个高雄的城市好像很有希望。那我觉得光是给予这样的回馈，我就很开心。看今日节目，观众朋友有发现到讲，其实我哋更加从头因为讲，今生意咧都唔一套。但是你看我哋咧三义书店，你都爱帮他个人开始去做一件事情，好去用这个人生，用这个目标嘅角度来讲嘅话，以用几多方法作为一个氛围，表人可以去接近。可是，其實喺班我哋有機會讀到嚟讀啲書店時節，一天要本自家一個機會去認識伊。今日感謝我哋的雙發來到你現場分享很精彩的故事。謝謝主持人，謝謝大家。好，歡迎大家可以來到高雄的三義書店。休息一下喎，等聽下天先來看運動哦。我康復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